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动画漫画节，今仔日正式起稿，早起10点一个开幕，各大单位就人客袂过。主办单位评估，这个商机破2亿5千万。因为进前发生张文攻击的事件，所以今年有新规定，包括这个面搭，包括刀剑庆骸等等的道具，拢袂使哩早入场。 10点一到，大家烧正要拼入去，锁定目标后，下死命走。第14届台北国际动漫节今日正式起稿，人一个节难免有小插曲。正式开展前，有民众想要偷偷对厂商入去，掩过避袂过工作人员的火眼金睛，甲挡落来。因为北捷随机的攻击案，动漫节主办单位今年冒新规定，若是无正当理由挂防毒面具、面搭是头盔，意思讲我都变成我管家，安尼会限制入场。道具嘛禁止早迄款真心真正的穿甲倒的物件入场。看起来外观是武器啊。 但是他摸一下他就放我走了，这个蛮明显是假的，是纸板做的，所以就没有被太多的刁难。比如说我要出《鬼灭之刃》嘛，就他会带刀，那结果有可能就不能带。对我来说不会啊，因为不会 cos 那些角色。虽然今年有加这规定，掩保挡袂掉，这卖场的雕像透早超过1000卖场，直接为场内摆到场外，大家入口人拢叉。 就是为了要抢限定的商品，毛巾，然后这一样是背包，全部4000多。除了福田以外，贸业者推出全世界限量200套的蜡人卡片收装册，民众正注意。有很多学生族群还没有拿到红包，但他们最近都有拿到，像文化币都是场内可以使用。那我们预估业绩应该可以乐观期待成长1到2成。 这摆动漫节集中超过100间厂商800个单位，官方估计参观的人潮会超过50万人次，创造差不多2亿5千万的商机，可见动漫市场有偌大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